来看政治新闻，初选过关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透早就到新北市的三重埔为挑战立委的英系议员彭嘉云徛台。王世坚强调讲，会乌烟彭嘉云，不是因为派系，是因为两代朋友互人攻击，看甲袂做力。另外一名前新北市议员李坤城是邀请到立委余天陪伊扫街拜票。余天嘛讲，这个赖清德讲的这个诚实的原则，更体讲有一寡人都是唔听赖主席的话。王世坚和彭嘉云跟大家问好。初选才刚结束，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会在跨区来到新北市三重埔，替挑战立委的彭嘉云徛台有票。我跟他们有这样两代的交情，绝对没有所谓派系的考量。很感谢坚哥在第一场的这个可以帮忙助选的活动，就特别海上战将渡河而来。江浙林也代表称，民进党在三重埔初选是战个真烈，唔闹现任议员彭嘉云李登并出战，进前放弃不爱连任议员的李坤城，同款面子比战。委员、余天委员今麦会同坤城。徛在咧这部车顶，大强化前进国会，李坤城为邀请到在地立委余天为有票，嘛提诚信原则来甲对手决。谢谢余天大哥对于这个诚信的支持。当选到现在4个多月，议会都还没有开会，然后就要来参选立委。现在在三府里面派系对决的感觉有升温吗？很激烈啊，非常激烈。有些人是也不听这个赖主席的话嘛，哎呀，当然有很多人啊，他就很喜欢出来。三重埔初选是战甲真竞争，台面上的火力对决，嘛真做另类的代理人之争。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